心却唔会改，哈！师兄，何贵才儿，我顿时太了解了。给生呢，就爱用亏待那个费事哩。哎呦，你就要用暗龙托个树团。那么我眼明手快，那么在推山中，这个天灵盖打一落去，冇事要存半条命啊！师兄，你安用啊？敢有强人做试探嘅用相啊？你啊，分明就系三杂屁公多讲啊！明明就系不差俗世界出家之人，来到了讲法，念啊代词，我行忙死啊，唔是推我诵经啊！你俩老村老白好。我无看过出家之人暗火插禅师，我知啦，你就会无家老公，心里无正爽啊！係啊，你好忙，你好忙啊！哈，哎呦，你竟然講嘅不得不切嘅話，咩想你呀，你一把山啊！你切讲法唔错，金讲金，没看我实在是顾全那个面子，你俩得未让你讲法强上色你，莫该好快，你爱就系同门师兄弟一冲啊，那系冇我让你同门师兄弟，我感觉是同见识，同下失踪啊！你俩句话系用嘅讲嘅啊？你还记得冇？当初你不改，以前天的人纠结，本师傅将你救出少年，根本人你敢有想过你个西龙雷锋，做人是几呀嘛的哦？大事当道的人哦，本给害死的人是有多不少，做出当道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设下擂台，打死人命，为亲己保守的人万计都黑哦，我是好心出面来处理了件事情，嘛该哈？你妈爱用办啊哈？老村老白好啊！好啊！你那只死老后老电动老怕肥，乌龙挂起讲鬼袋，老唔是老唔是，18两口口用白唔去推人死，脚骨太细记，你要后头老村你四脚上毛，你要在个出来呀！师叔公，你骂鬼脸冇跳去，赞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我从来忙是骂过安怀堂的话，啊，不给牵啊落去，去我是破功提起哟。你会超我上马黑么？好啊，我冇讲你啦。唔是，那是讲超上嘛吼，我绝对是骂死你啊！因为那有关个人修养的问题，这件事情。根本应唔会是非察不可，逢事嘅事情，也就系我唔会嘅事情。你那咁甜筒到一几汗毛，我唔会就让你无完无了。你俩在老假嘛？生人嘅事情，你敢变太人嘅严肃，公卿就变失主，你。老爱师兄，我也感觉失面子哦。娘诶，我因为本人感觉失面子，你讲啊？你俩老白和老粗老千人本男本明明就系人家，偏偏爱你恨你嘛该，恨你师叔啊！我啊就会恨你尸体，实在本来感觉亲见笑哦。见笑嘛该，见笑嘛该。
哎呦，我怪你见笑啦，因为这两事当初你是对求爱啦，这爱就一心唔做夫家咯。皈依佛门，你三番两次都来戏弄我有条故意，在我面前哎呦行戏行转，哎呦，那唔系我路神猜猜，那有法度不按道人来尊敬啊？你这个老后姑娘真好，我讲大家来讲啊，你对向我事情，我来市场慢来讲本太这个地，三分没有意啊！这老头摆的事情，你也敢拿出来讲啊？你也莫想，当时你那眉毛长春18，江奶奶又嫩姐姐，俩下那满面皱纹，像个干的皮样的，头那么拍斜斜，那么当时少林寺无五，那么爱干我的？娘哎，哎呦！这么你哈哈，人面当个招魂，更唔是无言系咪？你个头那么，跟旁边武器，该拍就该拍啦！富丽莫小妙，青龙兵不挑。你，父亲，用死老记再批功夫，恨记将这只狗毛条搞出来，我要将其千刀万剐。哎呀，唔呀！你不是第几篇卖罪法，有彩条，你我两人上朝天公令，送菜梅花中档，单打脱掉，打死就无赔命。你那些大爱唔样，来听众嘅风声用咬到死。呀，是你讲的哦，天公你梅花转当，一切雌雄，大事业七家共兴卖。哼哼，你敢答应我的挑战啊？嘿嘿，你怕法医sống，敢有彩条啊？天公你，我爱为天下的女性出的好戏。爱看多大是男人较强，也是爱西门人较强啊！韩芒比就唔敌素养啊！强！师叔讲，这篱笆山讲嘅梅花钟，到底系乜解啊？梅花钟简单来讲，就是天底下参与一季一季嘅开木条，嘅天底下通常是有奖有利嘅多枪头，两人结到，马上就系跌落梅花钟，哎呀呀呀！嘅刀枪就前向头背弄咯。多谢师叔为我子生肉出面对抗篱笆山，以此恩情，强恕我母子一拜。好起咯，好起咯。呀！你生个好经过啦！师叔讲，你有冇见面啊？做乜解啊？哎呀，翠花，你只是有全身的好经过咯。师叔，我自生肉，从小就不爱大台结骨，全身浸嘅铁刺该药水。练就一身铜筋铁骨啊！哎呀，莫怪人家嘅讲，大唐若果是颠倒哟，好，
真是练武的好奇才呀！师娘，你是说讲有中意你哦，还唔讲家向前拜师？师父才送，强恕师娘一拜。我的好徒儿好起来。既然你喜爱一生师父，听讲你为是教太人一件事情，你爱谨记才行嘛。请师父清凉吩咐。唐等。民啊，天啊，也得啊，没法中啊，一来呀。一来梦啊，一呀来一梦啊，比讲强害呀人自心碎呀我啊，要来少年来治啊，心嘛，少年来治心，不得不啊，风啊，谁哟？天公爷，你哪能为死了个拍火棍？谁要英明爽快？那是倘若把个风吹草空，就用此棍打落去，就能得保全为师的安全了。来，高本啊！哎呦，有没有暗虫啊？哎，来，好起来！莫怪你们强唔样，了件拍火棍，唔係清清彩彩普通人就起來一樣哦。來，讓你再拔開。呢下你雖然我哋女蛋，自愛你用功了後，了件拍火棍就能得拿起來咯。好，太愛用功。來，愛拿起來咧。千好，香港人，你就會好好表現啦。把三生先來孝親強善啊，說不真來快善重用啊，要風采錯要通面兒數啊。你那你舒服才艺碰啊！准备。来
种。师叔虽然退隐拍好山，不过我唐文其在拍好山上，传授拍好乾坤，父亲不可小看了他。人言民穷一山，安见难逢。小时我老他两人在擂台比武之时，你就就请机会下书，用你个盘龙脚送他5枚性命。你遵命。师娘啊，以我带路啊！同途中人求解佛啊！擂台去天，同干可天人必见，万字去啊！手中离不开，审查机关是看我给阿妹，用言上天地来不回头，英雄半生是金红彩，梅花中啊松啊，绵绵啊变化。你呀，很正经赶来应战呐，好胆量！该是当然爱甘来呢，师兄。哎呀，等下吼，大多过你纯属碰壁走条毛路诶。闲话莫讲，开始比武来。师兄，我见你系俺师兄，在个咁满日记，你敢爱敌难而退吗？你退，我就退；你唔退，我就搞多事。可能我是假讲的啦。好啦，爱比就来比啦。
真是心狠手辣，那个子孙胎，你要想大分给烂啊！按来还来都是。嘿，嘿。你呀！喊你掉。啊！